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4月28公司台语台下暗新闻，我是陈雅纯。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？高雄左营的汉来海港鸡蛋店传出有46个人客食歹腹肚就医，卫生局去稽查采检嘛下令爱停业2天加强消毒。花莲下晡又搁发生规模4点多的地动尾，目前花莲包括北平街2号、统水大楼甲富凯大饭店等等的几楼拢赶紧来拆除。立法院国民党团去到中国北京访问，中国随着宣布要开放福建的民众来马祖旅游，陆委会表示安尼无符合对等开放原则。今仔新闻头起先来关心食安的问题。新北市的油机公司因的乌胡椒粉传出有验到工业用的苏丹红色素，卫生局有到场去抽检。这批敢若有问题产品大约170公斤，可能已经卖去到全台10个县市啊。目前已经要求业者赶紧落价回收。桃园卫生局人员到卖场稽查，看所有好亲像有问题的产品，是毋是已经拢落来？因为新北卫生局预备通报相关县市，油机公司生产的乌胡椒粉，好亲像有工业用的呢这苏丹红色素，其中3间业者都伫桃园。这3家业者是在去年10月至12月进货，其中2家贩售于不特定消费者。另一家早餐店业者进货后再制成黑胡椒酱，用于餐点，均已全数销售或使用完毕。记者是坐到新北泰山巷仔路内的油机公司，礼拜天门叫来，油机公司的头家表示，真正因为有客户家己送验乌胡椒粉，再验到苏丹红色素，已经通报卫生局。我们交给我们 A 客人，A 客人再交给他那个客人，他已经经过了2手的，就是他掉到手上是第2手了，然后他去送验这样子啊。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日立派员去这间公司抽验，各项是有数检验确认，按过稽查发现，这好亲像苏丹红色素的问题产品，业者恐惊已经卖去双北、新德县、台中、中华、云林等10县市，已经要求业者爱落来回收。经查，该批产品生产约170公斤，那在检验结果尚未确认之前，已要求业者先行下架。新北卫生局是讲检验结果差不多需要1礼拜时间，在检验结果还未公布之前，已经要求业者爱先把这批产品拢落来，佮通报外县市卫生局进行查核。台北市卫生局嘛发出声明，要求相关业者爱配合预防性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高雄左营的汉来海港鸡蛋店日有传出真侪人客食歹腹肚，已经有46个人去就医啊。卫生局昨到场稽查，发现确定是食材青色的蓝做伙所造成的污染，嘛有针对食材甲环境来采检调查。而且日白这2天，鸡蛋店已经停业，加强清洁消毒。餐厅门口徛暂停营业的告示牌，高雄左营的汉来海港餐厅鸡蛋店日发生好亲像食案事件，星期3的民众用餐了后出现闹事情形，后续佫传出真侪人就医。卫生局统计到日白下晡，累计就医的人数是46人，拢是迄天捌食下晡茶还是暗顿的人客。初步的一个研判，有问题的一个食品可能有花椰菜、红萝卜、花枝、绿茶，还有提拉米苏、生鱼片等等。卫生局呢正在依照食品中毒的一个流程进行疫情的一个调查。经过疫调，一位民众食过品项包括苹果菜头夹、青蚵、沙西米、提拉米苏、冰淇淋、沙拉、冰架等，互人列做可疑食材采验。卫生局日前接到病院通报到场稽查，发现好亲像青色滥用污染，嘛针对多具工作台这环境做采验。有去就医的民众，还有定位他受到影响的民众，这2天我们停业嘛，没有办法来用餐的客人，我们都有一一联络，就是双方协议做到他们能够满意的一个补偿。业者表示，已经甲消费者达成补偿协议。虽然卫生局的检验结果还未公布，不过鸡蛋店日7、2、8 2天，互人要求停业进行全面清销改善，由卫生局同步进行复查，若做无改善，会依照食安法，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因为小连锁逼出食安的问题，互卫生局的稽查人员是拢无用试试。亲像台北市的稽查人员，平均一个人一年加负担1300多件业务。最近5档来的离职率是已经要到4成，而且又各拢找无人要去做。台北市卫生局强调，因会阁加招募人才，部分的业务卖外包去处理，减轻大家负担。现在的保单是还在程序中，是有效期。
由台北市食安官带队到万东百货信义美食街突击检查，足惊宝林食物中毒案搁再发生。最近食安事件真多，也让卫生局稽查人员真无用。尤其是首先指导的台北市稽查员的工作量真重，平均每人每年负担大约1300外件。近5年来，离职率将近40成，而且公告4摆拢也找无人。只有60位左右的稽查同仁必须负责台北市数以万计的稽查案件，无论是食品的安全、化妆品的安全，还是药物的安全，都是好几万件的稽查的案件量。台北市议员陈宪伟讲，对去年9月巴西进口2检查各通路，到今年2月大藤地肉产肉种，3月又有苏丹红风波、日本小林製藥红壳事件、宝林食物中毒案，4月所来又有王品集团出瓦香辣这食物中毒案件，稽查员的业务量是最高无法来消化。朝向增加稽查人力的第一件事情吧，目前我们可能会去估算，我们可能会增加27名的稽查人力啊。台北市卫生局强调，稽查员工作内容除了食品，要有检化妆品分开这稽查业务。未来除了增加人员，也考虑加分开稽查这强度无职管的业务，经由外部的方式来执行，减轻工作负担，避免人愈欠愈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花莲的地动造成真侪建筑物变做危楼，通水大楼已经拆落来到6楼，富凯大饭店嘛按算伫咧后礼拜地动拆了。另外，为着要甲花莲小天出名的乐团5月天嘛宣布要伫咧花莲办公益演唱会。不过，即阵各界拢咧斗出钱、斗出力，所以传出有诈骗集团偷用灾区已经停业的药局的名义，伫咧网络假做要卖药啊。警方已经展开追查。工作人员烧香接到了后，大更夜就开始拆除花莲北滨街2号。另外一边的富凯大饭店已经拆到3楼，通水大楼是拆到6楼。明天会加派2部500型的短手的来加入拆除，速度会加快。目前蓝天历史的部分是持续在填土作业当中。富凯大饭店目前已经破坏到3楼的天花板，那今天预计会将那个3楼以上的那个墙壁做破坏。富凯大饭店1.5月7号会当拆线，到时阵会甲工具线到，互人伫做红单的结案麦当劳进行拆除。同款有一个大红单的服役金华公寓大楼，大部分住户暂时拆除中建。县政府表示，听候收到申请了后，就会安排技术评估并排拆。各界拢伫协助花莲中建。中国各大班27表明愿意捐予花莲地动灾区组合处。如果还有所谓的这个组合屋的需要，那我们也请花莲县政府要做完整个灾民的意愿调查之后，再来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工作。另有抢讲民间善款政府经费拢充足，若做有组合处需求，会当直接来兴建。为着听当地员工，出名乐团5月天宣布要伫花莲办公益演唱会。听到5月天要来花莲的消息，真的是我们在近期整个花莲低潮当中最好的消息了。非常欢迎，而且是我们可以极大的激励我们花莲人的信心。不过，当各界对于花莲灾区送温暖的时阵，却传出有诈骗集团伫咧网络发灾难财，加讲换伫倒去的富凯大饭店边啊一间大德药局的名义，开专业卖种用药，药局赶紧报警，警方缉捕了后，嘛已经开始展开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际上要紧，咱的镜头换来看中国广东，最近是拢咧透大风、落大雨，甚至昨有部分的地区咧落冰角，甲车辆甲厝顶拢结破去。另外，伫咧广州北分区是出现假烈风，强度有到3级这强。那真侪人家厝受损，就连电力设备嘛拢有受到破坏出火星。这届天灾至少有造成5个人死亡，30个人受伤。对啊，就会。明明是下晡3点外，不过天顶笼罩乌云，甚至阁是几道解火光。哇，这是啥？这就是塑料东西。而且下晡3级强度的强烈风侵袭中国广州北分区附近，那一寡厝体严重受损，甚至阁影响到电力设备，火光喷几落界，互一寡伫看的民众惊甲一直发烧。龙卷风的强度为3级，属于强龙卷，移动距离大约是1公里。本次灾害造成5人遇难，33人受伤，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。结果伫同一天的时间，广东的增城、番禺这个所在是落冰雹。
鞭炮数量真济，为天顶落落来的声，那亲像枪支甲炮弹攻击，也地数有建筑的厝顶受损，玻璃破去，甚至车都互结痂密密毛毛。中国广东前几天早透强风性大雨，结果27个同时拄到强烈风甲冰炮，至少5个人死亡，33人受伤。广东气象局初步分析，是因为进前这阵啊为南海的西南温暖搁湿的气流增强，广州长时间拢伫个高温高湿的大气无稳定的状况，同时搁预估强对流天气形态还搁会持续，所以第一时强降雨、透强风加雷公性的情形也是有可能会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进前雄伫咧监狱内底过身，外界就拢咧质疑是去互伊的死对头，也就是罗西亚总统普廷下令刣死的。即阵美国的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所报道讲，美国的情报机构调查显示，普廷将有可能是无下令去刣死纳瓦尼的。不过纳瓦尼的幕僚就随跳出来敲说美国的情报机构评估了上过天真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今年2月中旬传出伫北极圈流放地监狱内底过身，因为是雄发生，加上纳瓦尼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廷伫政治面顶的竞争对手，和纳瓦尼的幕僚甲家后拢指控纳瓦尼是受到普廷谋杀。虽然俄罗斯政府否认，也毋过外界有关伫质疑。暂时美国媒体《华尔街日报》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调查，显示调查结论是普廷可能无伫2月下令杀害纳瓦尼。Материал, я бы не сказал, что это материал высо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, который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какого-то внимания. Такие очень, я бы сказал, пустые какие-то рассуждения. Видимо, подкинули для субботнего чтива для мировой аудитории. 媒体报道指出，美国是根据所有相关的机密情报、甲纳瓦尼死亡的时间，佮对普廷3月寻求连任的选举无好影响等等做评估，才讨论出来的结论。嘛，甲这份上新的观点传达予部分欧洲情报单位，也毋过欧洲部分国家有关怀疑普廷有直接牵连。美国的报告嘛认为，普廷爱对纳瓦尼的死亡负担部分责任，并无免除普廷的全部责任。对于这份调查，纳瓦尼的前幕僚沃尔科夫伫社群平台 X 发表声明，讲认为普廷唔知前嘅调查是真天真的，这款讲法是无了解现代俄罗斯嘅运作方式。伫普廷顶个月捌表示，原本已经准备好以换犯人嘅方式，甲纳瓦尼交予西方国家。条件是纳瓦尼永远袂返去俄罗斯。也毋过纳瓦尼创立嘅反贪腐基金会质疑，普廷就是伫咧知影这个计划了后，才决定甲纳瓦尼除掉。公司新闻是同编译。镜头换来看，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带团去到中国北京访问。中国随着宣布要开放福建的民众来咱马祖旅游，甚至中国阁要重新批准咱台湾的文旦等等这农渔产品进口去中国。专家就指出，中国就是利用国民党来咧甲民进党政府施压。因为陆委会表示，敢若开放福建的民众来观光，无符合对等的原则。两化观光的困局传出解决的希望。中国文旅部副部长姚权28会见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率领访问团，随即宣布开放福建民众赴马祖旅游，也伫便谈甲台湾海上客运项恢复了后，恢复福建民众来台团客旅游。福建省有4、5千万的居民，这样子的一个旅客能量，对于台湾各县市的观光来说，都是一场及时雨。随后，中国移民管理局也宣布，5月7日的7点开放北京、上海这20个城市，会用专程伫网络上申办报发附带证。另外，毋但观光，中国海关总署也选伫刚刚宣布，未来依法批准符合中国检疫要求为台湾文旦优质的农渔产品输入。可以多一个行销的通路的话，那对于我们文旦幼农，它相对的是有一些正面的帮助。农业部目前尚未接到正式的一个讯息，中国在开放这些农产品的这些检疫条件，能够透过这个平台来进行沟通跟确认。农业部强调，未来会继续开拓高端的市场，针对中方一讲提出3项善意。学者分析，对中共20大了后，对华就伫调整对待政策，要贯彻全面融合交流。不过爱注意，中方常常用的一手硬、一手软的谈判手法。中国共产党在对外谈判的时候，特别是跟他的对手谈判的时候，往往强调一手硬一手软，好像把一个恩惠做给了在野的国民党。可是呢，给民进党更大的这个压力，就是说
我开了一个小门，那么看你要怎么来回应。陆委会是表示，对华以平潭航线和航位条件来源也只是限定福建的民众，其他地区并无同步来开放，无符合对等开放的原则，严是观光旅运正常的形态。后续会由相关部门进一步来整理卫清，才个做出决定，确保健康有顺速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5月又搁要开始报税啊！今年财政部将大家人的基本生活费对19万6千块调悬到20万2千块，有235万户会当受惠。另外嘛，因为即马民法18岁就成年啊，今年满18岁就会当单独申报，有机会当纳较少税。112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对5月初开始，今年人有感觉的报税新制，就是每人年度基本生活费调悬6千块，免税金额是20万2千块。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啦，可是帮助真的没有很大，因为看，我觉得现在物价真的都很高，多少会有一点帮助啦。对，那比较担心的是电价涨，所有的物价就跟着涨。以一家4个人为例，若是适用5%的税率，总共会使省1,200块。另外，还有多项新制，包含引用民法向下修正成年的年纪，满18岁。除了伫学校读册，也是身体障碍无性能力，会使列做抚养以外，会用选择分户申报，有希望会使节省这个税金。要一般盈利事业和员工的伙食代金，每人每个月3000块以下，免算是员工的薪水。另外，因应财政部向下修正巨济房屋以定金额标准的规定，所得计算也有调整。另外 ，CFC 制度今年也是头一摆来申报。到底它在低税负区，例如像开曼群岛啦、维京群岛啦、香港、新加坡这些低税负区，如果设有关系企业，直接间接持股50%以上，会有重大影响力哈。那这个时候你就去填这个附表，你将会知道你到底符不符合需要申报。财政部提醒，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缴纳对5月7日到5月3日为止，民众会使经由网络也是手机先来申报，下载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。另外，若是因为受到地震影响，无多伫规定期间内底缴清这个税金，影响国税局申请延期，也是免10分期来缴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嘉义市顶北宫价钱风仪堂的10家奖是当地将有代表性的嘉奖团，成立已经超过1甲子。风仪堂今年4月嘛正式登录做嘉义市的无形文化资产。风仪堂表示，除了延续嘉奖文化，嘛要来向社区甲学校推广，让大家当了解这项传统的艺术。嘉奖的导师带成员伫庙埕头前练习脚步，嘉义市的顶北宫风仪堂，大礼拜六暗时拢来遮练习。除了导师以外，风仪堂阁有秘书甲法师，这3处的嘉奖文化，和风仪堂伫今年登录做嘉义市民俗的无形文化资产。咱的3处就是面书嘛、导师，伊当着法师。面书伊负责的就是咱的面谱迄个传承。关系着法师就是咱这法师就是负责着这无形的。阮这骹步含人一般会甲无啥共款，阮为阮以早先师甲阮教就是拢比较甲拳头步这类的。风仪堂表示，因的嘉奖团成立到今超过60档，成员拢是在地社会的民众，一代传一代，会来申请嘉义市无形文化资产。除了要延续嘉奖文化以外，嘛希望会当互社会对嘉奖团体有正面的认捌。规规矩矩咧做阮的代志，为什么阮家己莫名其妙去用大抹抹的负面标签？所以阮才会主动，这是我第2个要杀出来的原因。我要把这个标签掠掉。阮这嘛是一个小所在啦，会当讲互文化局安尼甲阮认同，当然是一个足大的鼓励。风仪堂讲，因开当外时间整理资料，去年向嘉义市申请无形文化资产，即马通过了后，接下来开始邀请学校或者是社区，为文化艺术的角度来推广，甲家己过去嘉奖区的文化继续传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5月开始，包括各中心会考、大小小考试陆续要起稿。伫咧台南的国定古迹台湾复兴宫庙，都有举办顺利祈愿的活动，吸引到真侪人来咧拜拜，祈求考一个好成绩。而且嘛有外籍的学生来咧体验在地文化。
学生穿舒适服兼排得人啊，沿路行去清代时期的台湾府考评遗址，美方带大家认捌地方文化，兼体验早前考生许多的辛苦。但这阵升学考试要登场，未少人会去拜拜求考运顺遂。其中台湾府城隍庙主神威灵讲，教前24所的学证书参考公司嘛有咧相关考试。美方27、28办祈福活动，佮头摆邀请外国人做伙参加。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就是把所有的祝福全部都融合在这些的活动里面，发现那边的文化那么多元，很特别。我觉得让我跟你们一起参加，让我很开心，很感动。咱庙后拄有一个清代的考棚遗址，较早伊是会当容纳3000了迄个考试桌椅的，来感受到迄个考试的考场的迄个气场。顺利活动唔敢若伫庙内咧行搭，因阁去孔子庙向孔子礼敬，才算完成高升之路任务。过程当中，路面常在拄着落行、冒爬行的路段。庙方讲，这阵啊亲像考生准备考试的过程，需要一步一脚印。我希望讲伫沿路的时阵，互因行路吼，像这段路是一直行，愈来愈行愈悬，愈行愈悬。啊嘛，代表讲因伫个学习的这个阶段，考试的阶段是一步一步向前行，啊慢慢会当愈来愈悬，愈来愈好，安尼意思。庙方结合在地特色，嘛传好彩头的物件要送互学生。像讲有府城8档的米糕粞，处于中文音有金榜题名意义。虽然有排有保庇，也毋过考试若要顺利通过，上重要嘛是爱靠家己认真读册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天气报你知，做伙来关心明仔载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。北部地区23度至32度，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，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。东部地区23度至34度，一个外岛地区21度至29度。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。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，我是陈雅纯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